咱今日关心中油前执行长齐汉伊涉嫌贪污，19月时伊弃保迫害电子卡夹，人全浪降去，到今要找无人。今仔头地方法院伫咧今仔日宣布齐汉逢依照贪污罪，重判有期徒刑25冬，褫夺公权9年，包括收乌西钱、甲不明财产有2160万，拢总没收。多年来向厂商索贿高达1000万元，严重败坏公务廉洁性，不仅影响各项采购案品质，更影响民生经济，恶性重大，因而就徐汉所犯11罪，分别量处1年6月到1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，并定应执行有期徒刑25年。褫夺公权9年。早起今仔头法院伫咧开庭进前，喊齐汉的名喊3声，伊拢无应。落尾也是照常去互宣判，齐汉被依照贪污等罪判重刑，甲同一案另外3名被告陈俊佑、吴英泰，还有刘俊林，拢有出庭。法院是调查讲这齐汉涉嫌贪污中油8个采购案，收乌西钱拢总1686万，另外有473万的现金，无法度交代讲这金钱是对倒位来的。宣判的前时间，齐汉去互迫害电子卡夹，弃保人全落跑。法院即马是已经发布通缉了。